今日是借这个因缘，甲各位讲几句话吼，希望咱大家互相努力。各位，你袂使贪，袂使昏，袂使愚痴，袂使骄慢，唔好怀疑心。有一个道地啊呢，死者伫一个老和尚的身躯边，迄老和尚足有德行的人。有一天，因的道场内底两个师兄弟啦。两个出家人问四办斗袂拄好安尼，伊讲伊安怎，伊讲伊安怎安尼。结果去互讲，迄个法师走来老和尚的面头前，师傅，伊安怎啦？伊安怎？安尼啦，安尼啦，直直埋怨，直直诉苦。结果这个师傅讲：哦，我有听清楚，你是对的，你是对的啊。讲这句，你是对的啊。伊听了真欢喜啊！师父讲我是对啊，啊伊就翻头入去伊的寮房内底。另外伫讲人迄个走来师父的面头前，师父，你敢知影这个人是安怎？你敢知影？哎呀，安尼师父拢听完了，伊甲伊讲你是对的啊。迄个徒弟听了哦，真欢喜。结果迄个徒弟就入去啊，后来。迄个死者伫边啊，都拢有听到你师父啊！你头一个你讲伊是对的，第二个你嘛讲伊是对的安尼，啊你敢毋是违背良心讲话安尼？你是违心之论啊！你安怎会安尼咧？啊你的心都无是非观念吗？师父你安怎安尼讲？师父听完了讲啊，你嘛是对啊！安尼毋知你听有清楚无？为什么迄个师父会讲安尼话？在座你敢知影？因为伫师父的心中无分别啊！你家庭的教育、社会教育，你个人程度无共款，你的内力，你前世修的到这世当中，你内底稳重的经济，你无共款，所以你有你的想法，你有你的角度，各位知无？你讲出来话。以你的程度，你讲这话是对的，但是别人呢？可以你认定讲啊，伊是唔对，伊是唔对，但是伊就是因为教育无共款啊，社会背景无共款，家庭的程度无共款，所以伊讲你嘛是对的呀。出身都无相像啊，哪会使讲一律拢甲要求相像呢？所以讲你看边个人伊嘛讲你嘛对，耶稣有教啊无？所以我这两天哦，看到恁安尼做真辛苦，真打拼，真合作，恁拢是对的啊。有的人较认真，真有责任，真打拼，伊要修福报，伊要广结好缘，你是对的啊。有的人较平淡，闪啊美啊，做一事啊就走，可以，你嘛是对啊。你的程度无共款啊。你缘你家己袂去培养嘛？啊，因为你过去的经济都是安尼的尔，所以只好都是尊重你的因缘，所以你嘛是对啊。啊，你后摆人若是修一世就成就啊，你爱修20世才会成就啊，迄是你的选择啊，你的选择啊。各位，啊，你后摆若未成就，过来转世先，搁受苦受难，你袂使见怪，因为你嘛是对啊。你都要搁受苦，这无要紧，这都你家己自找啊！各位对不对？各位你听有无？所以命运的好歹是你家己去选的啊！你若是只是要甲修成功、修功德、和把持、和圆满，就是你是对的啊！你有认真啊，刻苦耐劳啊，要做功德济传啊，所以你只是都要成就，你绝对是对的啊，绝对是正确的啊！各位你听有无？听有吼？恁家己看你家己，你到底要修几世，啊，就看你安尼就对。所以师父引进门，修行在个人呢。各位师父甲你领着，甲你引出入来这佛门内底，啊好歹是靠你家己啊。你要修无，还是唔修？你到底要安怎选择，还是你要放弃？吼，拢是你家己的代志啊。所以恁拢对啊。各位，安尼恁听有无？好，阿弥陀佛。